错风若是卖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唔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上帝的几行茶最暖万年，脱下悲伤的世来爱去奈比，铁掌门风势高涨海黑衣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枪等作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同样的路，伊劝世学生狠狠听念书，摕奖牌下看无阳光的伊，来地球的天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饮生你，我走上不你，让我世界色亮满心，穿天不差眼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方式。文炳，哎，小乐，你看个风体衫去做嘛呀？哦，我去查一下人家咪买嘅家私啦。有人爱买衣服哦？错啊，我用唔啲嘅行情吼，股所长嚟也查一下啦。买衣服去做嘛呀？哎，样系正经唔低呢，唔过佢亲密佬嚟讲要180万呢。 180万啊！人家偏咧，我给做得蛮按用的家私哦。错啊，佢开嘅家私吼，以后呢，迄个小讲吼，冇听错嘅钱啊，会限啊个哦。上爱买哦。我有对面啊，因为吼，佢冇买得起，就做得完成我嘅梦想咧。买咩梦想啊？我嘅梦想就系坚持行茶，欺骗鬼宅摇足太了，哇！我博梦哦都会笑呢。阿文咩？哎，安建手，爸，喂，妈耶，乐，等姨。要来咧查资料哈。错啊，哦，哦，佢讲啊，有人爱买家务嘅啊，鼓手佢来呀查看呐。啊样啊，有人来买阿文饼嘅货嘅。哎，麻烦你。啊，来，来，唔该，要咋？我记啊，你后生条一起咩？对个有缘分的东西啊，冇种人啊，全是有兴趣呢。爸，你用我按用讲啊？佢啊，做人啊探个阿兰基的事啊，冇佢讲有对象冇啊，系啊，你都讲佢系咪对个有缘分呢？全是有兴趣。佢对阿兰姨有兴趣。系啊，有个文化样上来看出题啊。爸，你系咪要运费啊？唔飞，我奈voi啊，我系当确贴，你哋要信。就系按靠天，挨到当笑啦。老板，我来跟您报告一下我今天的进度。你说，我今天找到一个比较容易打探消息的地方，就是脚踏车店的文炳。文炳，是我们那天看到那个，他为什么比较容易啊？因为他够笨。虽然他没有马上答应我，可是他说过2天就给我回复。
好。我这边啊，也找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哦，来当说客，就是这间民宿的 Jessica。我想应该会很有用才对。老板实在是太厉害了，留在民宿不出门啊，都可以找到人跟你帮忙，我实是太崇拜您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是老板，你是员工的原因。还有啊，你记得啊，不要只跟他们谈钱，你要跟他们说这边的发展愿景。你看看哦，我们这边改建了之后，会变得非常的整洁，非常的干净。到时候呢，这边的发展就会非常的棒。记得，不是只有钱可以解决问题，要多跟他们谈谈这里的发展愿景，知道吗？是的，老板。好了，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的呢？哦，还有一件事情会跟您报告，就是小吃店的阿兰姐。老板，茶醒。品茶你懂不懂啊？阿兰怎么样？据我了解，她现在已经离婚了，而且是单身呢。老板，如果您对她还是念念不忘的话，现在正是发动攻势的时候喽。不行，老板，机不可失啊！小谷，我告诉你，真心相爱不一定要长相厮守，只要能够偷偷的看着他，远远的看着他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懂啦，案件吼就由纪先生演好，还甲送家下饭诶，欠还甲买福诶，哦，这种法哦，硬是讲唔出嘴。哎哟，我这个都笑到歪死诶，你这么的弄的好吗？懂啦，地地滚，按价袂，今年使用诶。我录音个纪先生好诶啊，就讲我老太监咩都好势，佮伊讲两支诶咩好嘛？哎呦，哎，这种法哦，硬是讲唔出嘴啦。你，哎呦，皮伦，老爱骗数啦！哎呦，皮伦，老爱骗数啊！皮伦。哎呦，也不管啦，这种法哦，这个爱讲啦。挑死个！我就会挑死个，娘诶！熊猫姨啊，乜家？你迄套呀，迄清酒的啦吼。蒙酒的哦。唔要吃到鸭腹的哦，又老又 Q 嘛。按多年咧，当然 Q 啊。该我想要去买题嘛。按 Q 嘅物咧，做得买几多钱啊？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吼，佢係那個建築嘅啦，對呀，打別個物嘅真有興趣哦。佢想愛吼，老呀規排嘅店面啊，都留佢去做態料，按呢啊吼，做得提升因土地嘅價值啦，咩做得促進因地方嘅繁榮哦。Q 咪真有理呢。哎
哎呦，我就会存钱呢。生年的点点。迄按久哦，就关呢，我无爱买啦。啊，熊猫姨呀，人老唔讲啊，你要不个哦，你按路诶，壁都开始有变暗哟。无按盐错，吃过就好了啊。啊，熊猫姨呀，你要路不个啊吼，听说啊，迄么个干线都会有问题呀。同啊岛哦，像迄么个抓漏防水啦，咩都无干无晒，真麻烦呢。涨啊就好了啊。无喏，人老唔讲啊。啊，台北去亚健步个时节咯，听说无去看那个天理风水，无用个文武场亮高啦，迄无哦，根门啊，开个方向又会唔错咯，安尼用要存得多钱，系嘛？唔会啦，我吃到很做得，很做得。我想哦，听说迄哦，生理一定以为就暗唔好，唔要管你啊，怎会吃到无毛个受伤？唔过啊吼，亚地杯度咧。光线唔好啦，空气咩呢？轻嘢错嘛？系啊。既然吼一地波也唔好，长年跳年下来，人喺头一地波度，唔系个空气会出问题呢，就是精神啊会受伤到啊，对人哦真唔好啦。你有爱用讲法啊？我唱的冇买不听，看到我神气精神，那惊讶是样呀？哎呀，熊猫姨呀，你莫按钱，我迄味道唔好，唔对哦。你上看哦，你老个阿水伯啊，你就想要叫人来生日呢咩？讲到呀哈，按叫的都还无消无息，你都冇想过迄下风水有问题哦。关按多啊，你唔肯来黑啊？我这家哦，交代就好了。莫按钱嘛，我咩味都唔好啊。我老唔讲哦，入味哦，唔好唔了做人客啊，下摆莫来啊，走去。我听人冇忙死好诶。出去！阿熊猫姨啊，我按你啦。谢谢光临。杰西卡，有那么有按多婆的啊，还忙细枪就叫出来。呀，我妈妈分享到啊，我还有事情要跟他做些民宿啦，就想讲行啊吼，去家洗洗就好个啦。你行件洗来啊？杰西卡，我忙时看过枪按钮。杰西卡，做马该都按杀给你呢。慢行啊，杰西卡，慢行。容易，用要对杰西卡按恶呢。竟然哦，咩神咩怪啊！嫌我嘅屋卡哦风水唔好啊，讲到我哦，像要杂水用嘅啊，应嫌我买嘅，我就比亚朋友哦去屋嘅。杰西卡吼，佢心就按你啦，莫欠莫欠。乜你唔会欠啊？迄按久哦，乜你咩有感情？臭 T 皮，臭到裂味，莫名其妙。按度好呢，没有你来摸爱吼，爱摸还会卖几多钱呢？没有你冇人啊？唔系杰西卡，唔係，迄個按度嘅小鼓，我有名片，你看。我談哦，佢就係杰西卡嘅朋友，佢兩啥講好誒，杰西卡唔知哦，做得出幾多。不過我有查過呢，佢開嘅家私啊，以後呢，靠你愛買啊？啊，我喊對面啊，不過吼，做唔得，一係命講留本嘅，送一批是一辛苦打拼，真老記買下來嘅。我知啦，不過吼，一下動到位時候都開始怪驚呢，我知道吼，做慢啦。做唔得，
除非伢公讲做得。你呀哈宝诶，迄啥人嘅名呢？用呀？啊？迄唔买嘅哦，还迄唔起嘅哦。你条风的哦，算迄条真老你嘅素菜啊！香味哦，全就迄哦爱木的皮太流啊！老人的贡献哦，动锵锵哦，你啊风水哦，当有问题呀！真嘅。上看前川洞，沙海洞年，用手条，做年哦，莫枪上到一下。好嘞好嘞啦，爱知的啦。记得，也系娘讲留本唔嘅，免从细到大嘅所在，做唔得，讲卖就卖啊！好啦，硬免过的啦，也某的吼，迄阿公一辛苦蓄住的、买住的，总买下来嘅，就算爱为买啊，阿公免唔现啦。我老唔讲啊，牙讲老石头呀，牙讲唔掂買啲亞福嘅，就做你變有錢。唔講唔通，挨迄老幾講，真嘅？呀事情挨懂有經驗嘛，要唔做跨界溝通，咪條尾最啱每時節咯，是嘅，就幫我工作上呀。哇！真嘅看唔出來呢。哇，難有那種吼跨界溝通嘅本店哦。老外講，牙講點嚟？啊，牙講哦。唔怕啦，老外講。唔真嘅會清嘅。好，佢就提後三個片啊，了公貨甜就係佢。哦，了公貨條，係附姓哦。唔係啦，係尊敬啦。本來老人聽說準備嘅原子啊、蠟燭啊、水果嘛。原子？你寫講也講錯啊！你唔係講你有嘅跨界溝通嘅本店咩？老公，雙人冇講過呀？啊？莫借啊！老人聽冇嘢下，我自己嘅錢哦，空天啊！做得偷摸不愛，老人講哦，什麼呢？安子生。那无上好去量晒啦，唔是讲坐都夹掉啦。哎呦，皮了，那你做买咯？我去搞都咩都冇干冇晒嘅。我根本呢度牙有可以，我都懂慘咧。看唔該。我講兩句後面係會娘嘅啊！我去搞咩啲？我講把懂唔好睇，我講係咩邊個睇架好啊？做埋都冇人相信啦。我也係對你太嘅，你係要做下木嘅土地，天人比嘅條嘅，水條度樹嘅魚嘅，別行行嘅別殺，天係傻嘅散腳太，一發一錯，哦，做下都有感情嘅，按你下講一句靠天打天，就像自然咁樣啲嘛。Come on！個石頭愛進步，啥必要改變？冇改變哦，也代表用嘅辦有，用嘅進步。問題就係啊，你係邊人就想要保留原本嘅樣嘅，冇想要改變。唔也就係人講嘅啦，佛愛輪盤哦，人愛靈通啦，也就係屍骨不化，不知變通，點啊？我上就冇乜想要報復，想要偷殺東西係嘛？我
我莫想要看动。皮兰，我停过来。Hello Jessica。哎呀 ，Hello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小谷哦，请懂懂哎，胸片哦，你看，这边都是这些观光景点哈，然后改建成大楼的这个案例，哈。成功案例，你参考一下。啊。那我们太甲看一下，冇聽錯，太甲會中意哦。嘅 ，Well， 我想講嘅啦。嘅呀，小鎮啊吼，報紙本來嘅用誒，咩清好啊，嘅呀也係咩時行嘅懷舊咩，嘅老酒啊吼，還有嘅乜嘅淳樸啊吼，就誒也比較 T 恤啦。Well， 你喺講乜嘅 ？Excuse me， 嘅先生，我冇講乜嘅啦，你喺聽書，我咩當有生意同聽書呢？咩到我去搞到你無干無晒，講我講乜嘅？按你講錯也唔錯啊！喂，你上次說那個文炳啊，喺腳踏車店，不是說有希望嗎？現在怎麼樣啦？他那邊有點棘手啊。他說賣房子要經過他爺爺，那就去說服他爺爺嘛。可是他爺爺不住這邊啊。那他住哪裡呢？我去說服他好不好？老闆，那個地方好像不太容易去哦。嘅先生啊，迄講哦，我講到行公園呢，愛呢，你就去疊身高，無吼就去觀落陰啊，而且那種。加工。我要使出我的絕招。嘅先生啊，我講哦，嘅存錢啊吼，大手都上會存啊，我咩當有生意讓人睇書啊，嘅唔過啊吼，咩做唔得本來啲啊按講嘅呢，咩到乜嘅不打不起嘅方法，被太搞嘅答應，嘅是做唔得咯。唔會，你放心，我嘅辦法吼，別下三濫，還要再下三濫。要你用你啊！你看我來，我來哦！不，你是愛動，講唔愛動是邊個？對啊 ，Mr. Gay，Would you tell me 乜嘅方法？哈？錢，懂多錢？錢放在那個地方，每個人看着都傻眼啦。我告訴你，有錢的時候出國玩，這個買新車。生意脫俗哦，全部 OK。你陪我整日按國家整日本來啊？這是我開的吉祥價，668萬。這是我的誠意，接下來要你幫我啦，打通一下倆 V 啊。我咩啲呀 V 太講講乜鬼啊？我知，愛鬼哈。所以呢，這個數字非常的吉祥，這個價錢還滿意吧？滿意啊！是講我做得考慮一下喎，兩個蔬菜，我買個做底啊，我咩底他講會有乜反應？估說有點困難呢。困難。但是呢，這個價錢哦，所以我才會開得這麼漂亮。你先拿着，不急着跟我說 ，OK？你講我搞茶色。
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交你这个朋友是对的。你讲个事情进行都无顺，样干啥啦？就当交朋友吧，我从了你就无交过安开嘅朋友。啊，Peter 哦，我想請問一下，一位有洗衫嘅服務嗎？哦，唔洗衫喎，我早你樓安排啊，我喺樓。唔係啦，喺我調價啦，係，最樓我安排一下冇。當然咪做啫啦，又唔過嗰種事情其實一輪冇嗌咗好咧，做乜肯唔嚟傳翻哦？你用咗調價，你乜嘅事情都偏人嚟安排啦。你就會按咯，乜該事情就按你天數，冇天數乜該事情就做唔得。啊，你用咩很糟啊？他何止糟，有點像豬頭一樣。你叫 Peter 對不對？有一個 Peter 的原理，說明了為什麼上司像豬頭一樣。你有聽過嗎？我彈過呢，又唔過彈起有啲神奇，真係咁愛彈開啦你嘛？就按我講啦，每個上司都從基層做起，對不對？錯。當他的表現良好的時候，就會升職。錯嗎？冇唔錯。當他的表現一直保持良好的話，他就一直升職，升到一個他無法勝任的位置的時候，就會停下來。所以，常常很多人都覺得他的上司像豬頭一樣。這樣你懂了嗎？我咩一啲呢？都係講解釋一下嘛。總言之啊，就是說，勞倫斯·彼得博士提出來的原理，所以叫 Peter 原理啊。哈哈，想唔到我 Peter 有原理啊。不過真見到有學問呢，哇，厲害哦。那當然，我可是經濟學的碩士哎。碩士啊，哇，那不就是高材生？高材生有什麼屁用？還不至於要打雜。唔係個董事長特助呢？特助有屁用？那只是個頭銜而已，還不是每天要倒茶水。明明老闆做錯了事情，又不能說什麼，說了又挨罵，不說又覺得對不起自己的良心，這是我的專業。這有什麼辦法？為了這份薪水，只能去巴結一個賣雞蛋冰出身的老闆。也冇簡單的啦。你講新人條路刁人辦完，唔就看遠刁誒。喂，你等一下。喂，什么？你说我上次买的期货平仓？怎么可能？我买的是黄豆哎，就不能延一下吗？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么多现金。什么实物交割？我现在哪有实物交割啊？你先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拜托你延一延。好，那我自己想办法。冇嘢事情啦，走啊！喂，我是小谷啦，没有啦，有点事情想要请你帮忙，就是最近玩期货，突然间就手头上急了点，你能掉多少就掉多少嘛。什么？我跟你多少年朋友了？
那调个钱要多少时间转账而已嘛，到银行。拜托你，我现在要救命。喂。我用讲说唔信啊，系嘛？那当然嘛真的啊，唔信看。668万，你花了多少钱啊？哎，爸，嗯，还没有听到会做买法事情。有，你弄姊妹啊？因为讲爸爸呢，哈，按反应啊。你4块钱啊，爸是唔看到冇主地度。无看到我做地度，咁就本来报关咯。哎，今日啊，啲沙飛暗亂啊，嚇，推到人家啊，近排會讀到翻嘅，我講下咧，推到人哋啊，較安全啊。哎，爸爸，爸莫插題哦。唔行，迄冇講清楚嘅票係哪來嘅啊？唔好出查些，我硬就攞人數面。有人去買呢個嘅啊，希望考慮考慮啊。爸，你冇嘅，那做得買按多錢啊？就，佢做阿金啊，當爽快人啊，你做唔知啊，佢萬國好勢啊，都先開票嘅本來。哎呦，阿樣嘅人啊，度假記者嘅嗬，做到唔知8到哪裡去嘅，佢台灣咩做假一多啊，經濟奇蹟流。聽起來用怪怪啊。唔但唱乖乖，還無下哩。爸，唔係咪老人講吼，我老母會買睇咧？忙啊，我忙1、2號啊，慳得啦，讀到啱講8年啦嗬，我喺咧便宜買嘅啊，跟我做才子嘅。嚇？沒啦，我意思係講哦，慳得讀到啱好嘅人咩？本來時間考慮啊，係冇？故所我就轉來想去請人哋參詳一下啊。做唔得買。好咧，參詳話咧。你所問嘅參詳啊？你人哋都唔係咩講而家理由講嚟啊？哦，一下食飯冇啱過，就天黑跑來。會買睇咧，仲有2塊呀，媽家要重新來講呢。你忙前細就將佢重新來啊，係冇？唔看，你睇人夫推地都啊，包推啲夾包飯帶點照呢，係冇啊？爸，按用還要再個請新嘅婦誒，我一點，個再個請新呢，都麻煩呢，我冇啦。你啊，用姊妹就降低一下嘛，看個演就會啦。你想看啊？哎呀，啲嘅事情咪嗰個幸福嘅啊嚇！經過人去上班做事啊，較權較方便啦，係嘛？對啦，佢嘅事情佢嘅住宿點呢，跟銀行咩會較多啊，係冇？唔過一下司機嘅戶嘅，佢家去嘅都動亂呢。我知啊。錯啊！提司機要買新嘅戶誒，就當快錢呢。你係咩知啊？行有啊，鴉片大家就樣收嘅，彎來彎去，我哋我唔判得啦。錯啊！你做到每日都有意見轉到，我試下細嘅。我妹妹啊，你講嘛？阿年叔，我來看吼，
爱老你嘅某呀，係唔係強用？係啊，差唔多啊。太細件咪強用，係啊，差唔多啊。佢用嘅家私啊，會差很多喏。嗯，幾時起嚟？人最嘛好啊，我講啊。哦，而家係講愛最嘛強男哦。係，分辨分辨，唔係按人數講啊。做太老實咧，聽人講乜嘅，你都天天做乜嘅，啊一下就變晒都死死了。按人數啊，佢沒講。請我啊，叫佢用嘅出來，佢對方就鬧到嚇，唔認福嘅唔可以買哦，佢假使吃嘢就見講，點啊？錯，阿你說真件咧，我講吼，我唔會買嘅事情啦。真件家私哦，見講咩？係啊，好得咯，問演技好哦。都用時啊，按人數，這個講吉普嘅，我嘅家私啊，聽說人講咯，人係佢強用。人家做工業嘛，係買到好家私啊！吼，安樣也算咧公眾有主對去做錢嘅。阿年說，就買部天老嘅做錢有馬相關啊？因為無關啊！你想看啦，人家部嘅係水彩賣，叫做派價。佢部嘅係做得賣比嘅行情啊，國家假批出來嘅家私啊，哈，佢唔係公眾有主嘅嘛個。阿年說，原來嘅公眾要主哦，係按樣人講嘅哦。天啊！好，我呀哦，就去後山問阿公，佢哦一聽冇閒嘅。實際去。阿文炳，莫同阿言亂講，一下唔係哦買幾多錢嘅問題，係愛還係無愛買嘅問題。哪有亂講？阿文炳，老母嘅買個好家底啊，哈，人嘅夢想就做得完成的啊。你又打不了一開發啦，佢啊天啊，4年就起價呀，我是咁業務嘅幾好，真嘅。係啊。人又唔知道一時的好啊，哈，那邊都想哦商業化，大家嘅物嘅哦，許多強用啊，扛棒咪強用啊，有冇特色？你有冇特色啊？大地方沒有特色，冇個風景起啊，賣起啊。大邊哦，搶有一紮特色。一紮特色咩係特色？特色就係哦，物嘅東西哦都貴啊，我真唔希望啲邊哦咩變到按用。鄉姊啊，你看啊，你阿邊幅啊，又老又 Q 嘅，仲可以手掌翻錢嚇，今日有機會嘅，咩當我嘅？Q 咧，大家做得強下參詳處理呀。人家哋現來兩人合作，不過買機，大家上市麻煩咩？一三年按用上聽啊，哈，有想過騙人冇哈？老大後輩嘅人哦，種下潛來，強下手掌，唔係懂嗬？嘅捱嘅事啊，愛是老大家參詳啊，唔當然愛買冇買。大家我是水嘛？等一下，也係大家嘅事啊，哈！唔知道嘅物嘅氣太了，騙人會影響到嘿。哎呦，莫按此時呢？此時啊，看是莫做鳳，看話買多人好價。我莫做鳳。往次哦，我唔愛買啊，也唔是想買。我是點心，我是起碼嘛。對哈。我看啊，你這此時呢，買唔到人好家私啊，就想我當我財路，係嘛？你講乜㗎？我係幾種人啊？嘿，唔做係幾種人？冇吵嘅啦，就買部聽，細事情吼，大家冇傷感情啦，哈。乜嘢老記有感情啊？唔講啊，我家下講嘅錯唔錯？錯，兄弟，你講嘅真緊錯。阿文炳，唔敢講我唔錯，冇。阿年叔，講嘅有情有道理。阿文炳啊，唔講記錯就係我唔錯啊，你講清楚哦。阿文炳，阿講佢唔錯冇關係，嚇。阿賢叔本科，兄弟本科，我本科，我本科，我咋本科？我本科。哎呀，好嚟啦，莫吵嘅啦。哎呦，我係真緊知道吼，你講嘅情有理啊，你講嘅沒有理啊。我真緊尋到唔好嘅啊。
怎么？就迄有五也中年啊！啊？哎，去那一片都做得啊！娘娘的起白，哎嘛啦，小乐娘搞本哦。啊，你说？骗人凊彩讲啊，你这凊彩本人骗啊！头拿都用头的拿。哎，头下怎讲较真了啊？忙啲一下就变鸭蛋，俺娘讲真好啊，文变啊！爱讲好话，咩唔错？好，爱唔讲话，做对无？做唔得。算嘞。爱就迄无爱卖，看喏做得样诶。哎，就会硬是爱卖，你又做得样啊？吃屎！没做过，吃屎！验定你了，俺哪有啊？有做有。你吃屎！没做过，命哦，有过了，猜呀，小妹啊，人人啊，唔知好饭啊！我买给不给干嘛吃屎？哈哈，买他都买也没开。哎呦，其实几心啊，人家唔是暗用啊。哎，见到人做嘛呢？其实佢讲诶咩蒙错啊。我是冇反佢的事啊，买外父又没假嘅，干暗道。啊，他家做好零沙，搞前咩暗到嘢呢？做乜暗用呢？唔做唔掂啊！佢結本人欠咧，嚇從今日物家做唐爺嘅啊，哼！無非啦，一天唔用晒用馬花冇講清楚啦，等前嘅機會啊好嚟講一下，做乜無非做冇嘅啊？我老記啊，冇乜法好講啊，哼，忙是度過啊，老三個婦人家。哎呦，冇暗用啦，佢冇快意啦，等下去啊較順啲喂，好好前佢講一下。做冇事啦，好冇？我真冇咧，我就挑事啊，提佢面前哈，哎，歡歡喜喜啊，傻逼弄點4塊錢，4比錢，4比木竹風，天比是真好。一年哦，你有冇暗用？看多暗用出生意嚟用嘅呢？我做生意啦，用啦。搞錯咧。你做唔了本啊？個飯條，我牙槍槍，唉，眼眼出眼眼。安叔，你在算什么啊？冇啊，我在計劃個錢怎麼用啊？用算就用唔錯呢，不對呢。看你有多少錢，打算怎麼用，你都可以跟我講，我可以幫你算算看。這樣哦，我是想說在那個市區買一個新屋子啊，最好是有店面的，哎，哦，再來是一台新的休旅車，出門比較方便，然後再帶全家人去歐洲旅行趟1個月，這樣子。好，市區買房子還要店面哦。哎呀，選好一點的地點，大概要1000萬以上哦。啊，那麼多，錢不夠呢。我才算第一個，錢就不夠啊。對呀，就好，不夠錢咩？好，那我們選地點比較不好一點的房子，大概500-600萬。那再一台休旅車100多萬。全家出國去歐洲旅遊，幾10萬跑不掉哦。這樣算一算，加一加，大概要800萬左右，夠不夠？哎，還是不夠。還是不夠。安叔，你預算到底多少啊？就668萬。安叔，你在跟我開玩笑？你就這麼一點點錢，要做那麼多事？我哪知道需要花這麼多錢？哎呦，沒錢的時候總是覺得有一大堆東西啊，想買買不了。現在有錢了，誰也想不到，還是有一大堆東西想要買不到。哈哈哈！阿元叔，哎，你要買什麼？阿田，
没有啦，买屋子啊，我是问那个市区的屋子的房价怎么样？哎，最近市区的房价非常的乱，你要问中古屋还是新屋？当然新屋啊。新屋，它的价差也有好几倍，你是要问哪一种的？当然是便宜一点的就好了。看来那个行情你好像很知道。来，这边坐，这边。啊，这我的椅子哎。借坐一下，不会死啊。不好意思，跟我说一下怎么样？刚好说到这个，我就最近有做一点功课，所以比较熟悉啊。是啊。比如说像是那个银溪水岸、熏风赏、一品城堡，这些都是最近广告打比较凶的新建案。听起来那名字蛮不错的哈。那个什么水岸啊，那个风景一定很美。是银溪水岸啊，银溪水岸。对，这个房子不太好，它坐西向东，一大早就会日晒严重，而且旁边还有一条大水沟，你看了就不会想住的。那个熏风赏，这个就更糟了它的位置位在从化区，那个地方太空旷了，所以风会非常的大，我都怀疑人都会被吹走了。这个熏风赏只是名字取得好听一点而已，那还不如叫吹风赏。那一品城堡呢？一品城堡那个名字听起来没有那么好听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一品城堡，它的外墙非常的高大，是那一区最高的。外墙高很好啊，不错啊。那是因为他们那边的治安不好所以外墙高一点比较有保障嘛。我个人认为那里不太适合家人居住。哎呦，没想到要买一栋屋子这么难真的。你刚刚说你最近都在看房子，为什么要看房子啊？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以后如果2个人住在一起2个人？我是说，我爸妈从小把我养这么大，我做儿子的应该要孝顺一点。而且我时常不在他们身边嘛，他们一定很难过，所以我就想说要把他们接过来一起住。是这样啊？当然是这样。我想到我还有一些事情，我先走了啊。阿元叔，我先走了，你有什么事再问我吧。好，听啊。元叔，我看你预算要再多一笔了啦。预算多一笔，在哪里啊？嫁妆啊！我看好事近了啦，你应该要早一点准备。你不觉得阿天的行为很反常吗？行为反常？我以前也遇过很多啦。以前有好多男生都跑去买房子，都是为了要跟我求婚哎。你看现在阿天都跑去看房子啦，你还没有想到什么？是，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没问题的啦。是啊，我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建案在处理耶，你担心什么啊？对呀。哎呀，这个建案马上就有钱可以过来了，你不用担心，OK， 好不好？又不是第一次这个样子操作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保持联络，OK， 拜拜。哇，条哥，帅哦！喂，刘小姐啊，你好，我刘先生哈。杨麻烦你帮我查一下那个，我那个甲醇的账户里面还有多少钱？没钱？那你再帮我查一下我那个乙醇账户里面还有多少钱？什么？也没钱？那你帮我查一下这个最后一次取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昨天下午。好，我再打给你哈，谢谢。Peter，你有看到小谷冇？哪个助理呀？而筹备案不就退房了？筹备？
支票兑现了没有？啊？你如果兑现了也没关系，可以把钱还给我吗？钱啊！你要付给钱哦。你看露台唔会做样嘅，所以我们在拿钱。因为也有事情要出去攀不少，哎，露台唔都要去做点冇。OK，no problem。就协会一下咁做点唔是定期咧，你一下就转来咧，好冇？梗係我記得轉來啊嚇。一天我轉來啊！夜來來，兩睇過去，萬搖年初兩沙三沙五沙，來去天馬。看到是你冇的風景，以外冇少一道，對面嘅生活兒，從未講你隻手打招呼。生活兒，從未講你隻手打招呼，對面嘅生活兒。